唔少跑手以特別嘅裝束參與馬拉松，一批年過70嘅演藝界人士就一齊參加10公里賽事，希望鼓勵更多長者參與運動。10公里賽事各個組別朝早陸續開跑，藝人周潤發如常親民，合照有求必應。佢今年帶住多過年過70歲嘅藝人重返10公里賽，最終用咗個幾鐘完成。又有風，好天氣，又有太陽，好涼好舒服，冇難跑，一難就行，唔難嘅，一切都叫佢哋唔好跑下。我哋幾個加埋幾百歲㗎啦，我哋唔係注重成績㗎啦，注重完成啦，注重同啲觀眾打下招呼啊咁。佢哋如果領軍自己跑掂10K，我咪去翻20K。發哥今次叫我哋跑咧，我哋年紀大嘅一批跑咧，就希望換你香港人年紀大嘅人都一齊跟我哋跑步。多名政商界人士，包括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等等，分別參與半馬同領袖杯賽事。立法會議員霍啟剛就同太太郭晶晶一齊跑，更加巨機幫太太紀錄衝線嘅一刻。對於田總有計劃未來分2日舉行馬拉松，霍啟剛認為有助帶動經濟。如果長啲呢，咁可能代表嚟港參賽嘅朋友呢，喺香港逗留嘅時間都長啲嘅。嗱，而家係好處力推城市經濟啦，即係當然人數，如果有更多人參與，無論本地跑手也好，海外嚟嘅跑手也好，機會會更加多啦。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exercising, that are running all over the world actually, and Hong Kong has become known as one of the key races in the world, and so of course it attracts those people that are interested in the marathons. 領袖杯賽事喺2009年第一次設立，由灣仔運動場出發，全長2公里，終點同樣設喺維園。今屆就有超過50名嘅政商界領袖參與。要成功突圍，有跑手就各出奇謀，悉心打扮成各款嘅卡通人物。中環白領都出盡全力，睇佢件衫就知道佢有幾努力。拎住道具亦都難唔到佢。因為我想扮鬼扮馬咯，咁真係扮鬼啦！今次其實都做唔到 PB 㗎啦，咁大年紀，求個開心啦！所有賽事喺中午完結。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